反思聖曆8月，馬西班月。馬西班月 Heshvan 係猶太聖曆中嘅第8個月。喺希伯來文化中，數字8帶有啟示與新開始嘅深層意義。呢個月喺猶太人被擄至巴比倫前，被稱為布勒月 O。喺迦南語中有降水或多雨嘅意思，標誌住秋雨季節嘅來臨，係播種大麥嘅時節。馬西班月有時亦都被稱為媽 Heshvan， 其中媽的意思為苦。呢份苦澀並非源於災禍，而係因為佢喺承接咗提斯利月一連串豐富嘅節期，如吹角節、贖罪日、住棚節之後，係希伯來曆中唯一沒有任何節期、禁食或者特定誡命嘅月份。呢份平淡提醒人們喺經歷咗屬靈高峰之後，應當回歸日常生活，將節期中所領受嘅祝福與啟示，切實咁融入到平凡嘅每一天。呢個係沉澱與內化嘅月份。代表人物馬拿西。本月嘅代表人物係約瑟嘅長子馬拿西，佢嘅名字有使之忘了、跳過、往上並離開嘅意思。約瑟為佢起呢個名，係因為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馬拿西支派亦都承傳住嚟自父親嘅力量，使人能夠跨越過去嘅困難與試煉，得着釋放與更新。呢份力量亦都體現喺摩西嘅祝福中。佢論到約瑟家時說：他為牛群中頭生的，有威嚴，他的角是野牛的角，這角是以法蓮的萬萬，馬拿西的千千。馬拿西支派不僅係12支派中唯一領地橫跨約旦河東西兩岸嘅支派，更誕生咗被神興起嘅大能的勇士基甸。佢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咗米甸人嘅欺壓。歷史中的光明與黑暗。馬西班月喺歷史上同時見證咗新生與毀壞、立約與悲劇，深刻反映咗佢嘅雙重特質。光明、立約與建成。洪水嘅終結與彩虹之約。挪亞時代嘅大洪水始於馬西班月17日。1年之後，亦都正係呢個月份，洪水徹底退去，挪亞一家走出方舟，迎嚟新世界嘅開始。挪亞築壇獻祭後，神應許不再用洪水毀滅世界，並以彩虹作為佢與一切活物立下永約嘅記號。第一聖殿的完工。所羅門王歷時7年，為耶和華建造咗輝煌嘅第一聖殿。正係喺佢作王第11年嘅馬西班月，聖殿嘅所有工程按住樣式全部完成。黑暗、罪惡與悲劇。耶羅波安鑄造金牛犢。北國以色列嘅第一任君王耶羅波安，為阻止百姓前往耶路撒冷聖殿敬拜，私自鑄造咗2隻金牛犢，並擅自定馬西班月15日為節期，引導百姓陷入拜偶像嘅罪中，為國家分裂埋下禍根。水晶之夜的發生。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又係馬西班月嘅15日前後，納粹黨員與反猶民眾喺德國與奧地利全境對猶太人發起咗大規模嘅攻擊，摧毀猶太教堂、商店與住宅。此事被稱為水晶之夜 Kristallnacht， 標誌住納粹對猶太人有組織屠殺嘅開始。拉賓總理遇刺。1995年11月4日，又係馬西班月嘅12日，喺簽訂奧斯陸和平協議後不久，時任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喺特拉維夫參加和平集會後遇刺身亡，為中東和平進程蒙上巨大陰影。反思與應用。馬西班月係一個充滿對比嘅月份，佢既係苦澀嘅平淡，又蘊含新開始嘅潛力。佢見證咗神立約嘅信實與聖殿建成嘅榮耀，
亦都記錄咗以色列民嘅悖逆與歷史嘅傷痕。呢個月提醒我哋，真正嘅屬靈成長不僅在於節期嘅慶典，更係在於平凡日子裏嘅持守同埋實踐。好似瑪拿西呢個名字所預示嘅，我哋可以喺神嘅恩典中選擇忘記過去嘅困苦，帶住從歷史中學到嘅教訓，喺平淡嘅生活中活出更新嘅生命。